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。親愛嘅兄弟姊妹，我哋從4星期開始已經接住我哋嘅補贖，我哋愛德嘅工作，我哋刻苦，我哋願意接受挑戰，我哋願意接受失敗，我哋準備心靈。今日我哋聚集一齊，開動整個教會，揭開祝主原奧蹟嘅序幕。呢個原奧蹟就係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嘅苦難同埋復活。耶穌基督只係為咗去完成呢個奧蹟，先至進入咗佢聖城耶路撒冷。所以你讓佢圍住信德，建成咗紀念耶穌榮進聖城耶路撒冷，並喺恩寵嘅作用之下，跟隨我哋嘅主基督，同佢一同背負十字架，而分享佢嘅復活嘅心。直到第9時辰，遍地都黑暗了。入往第9時辰，耶穌大聲呼喊說：以來，以來，拉瑪撒巴他尼，就是說，我嘅天主，我嘅天主，你點解捨棄咗我？大家請睇天主羔羊。請睇罪免世罪者，為我哋生，為我哋死，跟我哋復活嘅主耶穌基督，我哋班表請嚟參與呢個羔羊盛宴，同佢同死同活嘅人實在有福嘅。主，我當不起你到我心裏來，只要你說一句話，我的靈魂就會痊愈。第2則喺聖中救主受難紀念日，年滿14歲嘅信友雖受大小債，